Hello，大家好啊！客學整日文嘅朋友仔，先咪一講到動詞嘅過去式，個頭就即刻大咗一個碼呢。做咗、食咗、去咗，哇！啲變化多到好似冇規則咁，真係好煩噶。不過呢，你唔少驚噶，其實只要你捉到個竅門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都唔是咁難啫。好，今日我哋就一齊嚟將呢個大魔王一夜 KO 佢。OK， 我哋就由一個粗嘅上嘅場景開始啦。你思想下，你行玩書具，好興奮咁想同個 friend 講：喂，我買咗本書啊！呢個嘢用日文究竟應該點講呢？不如你嘅喺個腦度諗一諗先。我哋唔好諗時間，即刻入正題。首先，我哋睇下最直接、最常用嘅情況，肯定句，即係你純粹想長講，我做咗呢一樣嘢啦。你哋睇下呢一句。私は2冊辞書を買いました。私は2冊辭書を買いました。呢句嘅意思就係我買咗2本字典。呢個講法呢係最有禮貌，亦都係最安全嘅講法。我哋叫佢做ます基嘅過去式。總之呢，無論你係對住老師、上司，定係啲唔識好熟嘅人，用呢一句呢就實冇錯，煲穩準。大家有冇發現成句嘢嘅靈魂其實就係最尾嗰2個字master，佢就好似一條萬能 key 咁樣，只要你識任何一個動詞嘅 mas 形，例如買ます，你只要將個 mas 抽起，換做 master，砰一聲就即刻變做咗有禮貌嘅過去式噶啦，係咪好方便、好神奇呢？咁問題嚟啦，如果我係同我啲 best friend 或者屋企人講嘢，識唔識都係咁客氣啊？咁識唔識噶啦？呢個時候呢，我哋就可以轉用一個 casual 啲、隨意啲嘅講法，叫做普通體。同一句說話就會變成私は2冊辭書を買った。私は2冊辭書を買った。你睇個重點就係最尾嗰個字變成做買った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將2個版本擺埋一齊比較下，個分別就即刻清楚晒。左手邊對話人用嘅禮貌體係斯斯穩穩嘅買ました。右手邊對自己有用嘅普通體就係上海啲嘅買った，一個就好似着住西裝，一個就好似着住 T 恤短褲咁。記住啊，場合唔同，用法就唔同。呢個概念真係好重要噶。OK， 肯定句學識咗點樣講做咗咯。咁如果想講冇做呢？好簡單，我哋即刻嚟睇下否定句點樣講。同樣，我哋都係由最禮貌、最穩陣嘅講法開始先。如果你想講我冇買到字典，你就可以咁講：私は辭書を買いませんでした。私は辭書を買いませんでした。呢句亦都係非常實用，大家一定要學識佢。咁呢個長壽燒嘅ませんでした又係點樣變出嚟嘅呢？其實都好簡單噶咋，你可以將佢拆開2節嚟睇。前面嘅ません就係表示唔做，後面嘅でした就係表示過去，將佢哋2個合埋就變成過去冇做到啦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將動詞嘅ます詞輕直接換咗呢串ませんでした就搞掂噶啦。咁你都估到啦，否定句都一樣有 casual 版嘅，同啲 friend 講我冇買到字典啊，咁就會變成咁樣。私は辞書を買わなかった。私は辭書を買わなかった。你睇今次個尾就變成なかった啦。我哋又嚟一次左右大比拼，今次主角係否定句，左邊禮貌體係買いませんでした、買いませんでした，右邊普通體係買わなかった、買わなかった。OK， 而家大家不如花幾秒鐘時間，真係望實呢4個形態，將佢哋深深咁印落個腦度。講到哪個腦可能會出現過問號，喂，做乜一時是買，一時又變成了 cut， 轉個頭又變成了買的，是不是真的要死記爛背㗎？好消息是唔係㗎，其實背後是有一套規則的，我們一起來拆解下那個動詞變身的秘密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嘅主角動詞就係呢個買，意思就係買。佢呢個最原本嘅形態呢，我哋叫做指數型，即係你查字典會見到嗰個樣。好，大家睇下字卡表，
哇，睇落考試好複雜喎，但是你唔使驚，你細心啲睇下，我哋用剔號 mark 住嗰啲，其實咪就是我哋頭先學過嗰幾個樣咯。你睇買話卡話咪就是用喺買話那格達卡話那格達度咯，契咪就是用喺買 mashita 契 mashita 度咯，而麥多卡達就是用喺卡達度嘅。係咪即刻有種原來是咁嘅感覺呢？原來我哋已經不知不覺間學識咗佢最主要嘅幾個變化，根本就唔係死背，而係有根有據噶。好，吸收咗了咁多新知識之後呢，我們是時候要來一個快速的重點回顧，將頭先學的嘢再鞏固一下。呢張就係今日嘅終極精華圖表啦。我哋今日學嘅四大句式，一次過就 show 晒俾你睇。禮貌定普通，肯定定否定，真係一目了然。我強烈建議大家即刻將呢張圖 cap 低佢，以後隨時拎翻出嚟溫書，超方便。好，學完理論就要實驗試下啦。小測驗時間，第一條，我買咗個蘋果。如果想有禮貌咁講，應該點樣講呢？諗到未啊？答案就係私はリンゴを買いました。私はリンゴを買いました。你有冇答啱啊？呢啲條難少少嘅咋 ，Chappy 冇買到蘋果，同樣用翻禮貌題，又應該點講呢？諗下先海過嘅否定，冇錯啦，就係 Chappy さんはリンゴを買いませんでした。Chappy さんはリンゴを買いませんでした。係咪開始覺得找唔到個竅門，覺得 easy job 呢？好啦，今日嘅教學呢就差唔多到呢度。不過記住，學輕任何語言最重要嘅一步，始終都係要靠你自己去應用。所以呢，而家就輪到你啦。不如你靜靜機諗下，你今日做咗啲咩呢？食咗早餐未？飲咗杯咖啡？定係睇咗陣電視？試下用今日學識嘅句式，用日文將佢講出嚟。因為只有將知識變成自己嘅嘢，呢個先係最有效嘅學習方法。加油啊！